后来乡亲啊，清明节要到咯，而即寡地头有食润饼糕的风俗。台南国华街已经卖润饼糕的，明仔载开始要连续4天，真侪民众是赶伫个早起一透早去排队等买买。啊，同款伫个台南有一间卖润饼皮的，生意嘛是强强滚。16个路做一届总开总动员。年糕的菜两丝、豆干、点点配料，尾仔三上好食的糖粉含土豆粉，一根搁一根的润饼糕，就够好食咯。特制化的，不然我们平常这是有香菜。台南今地润饼糕，骹手派10几人，大人拢无用甲变贵。我单头看路口队伍，为透早6点开始，都已经看袂到尾流。今仔3日这拢会排啊，前面嘛会排啦。那你大概几点来啊？我6点就来了。你有感觉到有买气有减少吗？目前是没有。可能是老一辈的哈，他们不方便出来，年轻人他不愿意来排队啊。减少几成吗？好像3、4成有了。虽然业者讲今年人数有比过去少，不过因为为4月初7开始要小连续休时间，买去嘛是同款抢滚。另外，台南阿东古早味卖润饼皮业者，会知影到消费者来遮体会。我等啊，我都用订的尔，用预约尔。像清明节最大日子，4月3号下午一直到4月4号中午都没有休息。为了消化大量的订单，业者甲行路拢拍开，另外加计这一间带价润饼皮。10块的糖色，安尼210。消费者饼皮是一斤一斤伫咧买，啊业者做饼皮是认真个饼细。平常一天大概做30斤，清明节大概要以目前来讲大概10倍左右。嘿。10几点钟的哦。接受采访的同时，做饼皮手嘛是无形切切，就叫消费者买无着，所以这出限制买的数量，小价润饼糕业者为半暝啊就开始伫咧传了。像现在啊，都要上千了，半夜休息时间比较短一点。清明节对润饼糕和润饼皮业者来讲是大亏，虽然总动员赶工出货，希望大家拢有地买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